依家我都睇過個樓盤啊，喺坦洲政府嗰邊嚟嘅，咁嗰度你就係坦洲政府嚟嘅，咁呢個三角位你就係三大銀行喺嗰度嚟嘅，有中國銀行、農行同農商銀行嚟嘅。咁我哋轉個位置嚟睇下嗰度個整體個環境啊，呢度就係黃石嚟啦，咁呢度個位置你就係市場嚟啦，兩大市場啊。坦洲兩大市場就係嗰度嚟啦，非常近嘅。咁呢度你就係我哋平時個山公園嘅核心個位置，遊玩嘅位置嚟嘅。咁樓下嗰度你我哋正對面嗰度你就係農莊嚟嘅，咁嗰啲部分都係農莊嚟㗎，視野係非常開闊嚟嘅。咁嗰度你就係我哋平時小朋友比較出名個小學區嚟嘅，咁就係合信小學嚟啦。咁再嚟到嗰個位置嗰度啊，就係一個幼兒園嚟嘅，咁都係非常方便。喺幼兒園旁邊就係個市場嚟嘅，所以呢個位置你嘅地段係非常唔錯嚟嘅，可以睇下佢個非常開揚嘅位置嚟啊，可以睇到呢度係你學校啦，咁無遮擋個視野嚟啦，咁佢可以講如果懂得某風某水嘅朋友啊，都可以睇得出佢個風水啊係非常好嘅。咁佢個潮山個位置你就係山公園，最遠個潮山個位置就係嗰邊嚟啦。咁嗰度你就係一個明堂嚟啦，比較大個明堂嚟嘅。咁我哋依家睇下佢入邊個格局到底係點樣㗎？單價7200蚊啊，單價任選樓層，而且係精裝交付現樓嚟嘅。我哋依家你入去睇下佢個格局啊，106平方個4房嚟嘅，我覺得幾好嘅呢個戶型嘅。咁睇下佢個空間啊，有4米個空間嚟嘅。咁整個格局呢度係廚房位置嚟，參考一睇個空間啦，都係好充足嚟嘅佢嘅。咁呢度佢最大嘅亮點，入門個位置啊，就會有一個房嚟嘅，可以講做成一個房咯。呢度其實做個陽台都冇問題嚟嘅，你做個4房都 OK 嚟嘅，就比較細少少。咁我哋接咗嚟，你睇下佢入邊嘅格局啊，佢呢就係4房可以做成4房嚟嘅，106平方。咁呢個位置你就係衛生間嚟嘅。咁接咗嚟你咁小朋友個房非常開揚個陽光啊，呢度光線係非常充足嘅，小朋友住喺嗰度都 OK 嚟嘅。咁呢邊你就係父母個房都可以做成小朋友個房都冇問題，我覺得做成父母個房比較 OK 少少。咁接咗嚟主人房個位置啊，端室分離個衛生間加埋休息個位置嚟嘅，都係睇我呢個山公園個景觀嚟嘅呢度啊。呢個106平方就睇完咗啦，主要佢個情況係點呢？佢單價比較平啊，7900幾單價就可以任選嚟啦，樓層任選嚟嘅。如果感興趣嘅朋友可以聯繫我。